爸，溢出的粵語怎麼說？溢出咯，咁簡單。錯啦，係讀日出啊！有乜可能讀日啫？咁唔通依家就係讀日假咯？咁拍戲嗰個沙衣唔通你係讀沙日？冇可能，咩冇可能啊？徐小鳳嗰首歌喜氣洋洋，下一句係咩啊？洋溢四方。哦，爸，那垂直呢？垂直啊！我一垂就波過去，垂直啊！那崇拜呢？崇拜咯，崇拜啊！接觸，接觸啊！接觸啊！酷熱呢？酷熱，酷熱啊！反饋呢？反饋，反貴啊！篡改，篡改，篡改啊！曇花，曇花，呢個絕對冇錯啊！有錯啊！曇花啊！原來我讀錯咗咁多字㗎！你條契弟平時俾普通話讀音大歪晒，所以咪讀唔啱咯。爸，那扔東西嘅扔呢？抌啊！都係掟。錯啊！呢個字嘅正音讀音係 wing 啊！哇，你講到我個頭冰冰地。